四書裏面論語呢，用廿篇都咁講，佢話呢，智者熬水，即係話呢，有知識嘅人呢，佢喜歡水多啲。仁者熬山，點解？因為山比較穩重、穩定，所以外國人呢比較內向，佢係喜歡山。我都好喜歡行山。咁佢又話咩呢？要下邊又話呢，仁者靜，呢個智者動。最後一句就話，智者樂，有知識嘅人呢好動態、活潑，所以好似水喎，佢哋都好快樂。仁者就點啊？長壽。仁者壽，當人外人去厚道嗰場，能夠寬容包容一切，好似話海納百川一樣，有容乃大律，所以必然係能夠比較上長壽，唔會同世界有咩爭執，唔會鬧咁多脾氣，咁就當然唔傷身啦。講到靜呢個字就係咁，希望大家都能夠安靜地搵到一個好嘅空間，定期去安靜，好重要。當中我哋能夠得到正向人生嘅領悟。